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Casper 媽媽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會學習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，學習單元認識大自然。我哋會用無圖認字呢個方法去加強小朋友嘅認字能力。當我讀完之後呢，小朋友都可以大聲跟讀一次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開始啦。大自然，大自然，地球，地球，星球，星球，地理，地理，氣候，氣候，氣溫，氣溫，季節，季節，太陽，太陽，月亮，月亮，星，星，春天，春天，夏天，夏天，秋天，秋天，冬天，冬天，雨，雨，雨水，雨水，暴雨，暴雨，雲，雲，雪，雪，雷，雷，雷暴，雷暴，電，電，閃電，閃電，風，風，颱風，颱風，狂風，狂風，霧，霧，彩虹，彩虹，陰，陰，天陰，天陰，晴朗，晴朗，溫暖，溫暖，炎熱，炎熱，寒冷，寒冷，潮濕，潮濕，乾燥，乾燥，密雲，密雲，光，光，陽光，陽光，空氣，空氣，天空，天空，早，早，晚，晚，深夜，深夜，晝夜，晝夜，陸地，陸地，海洋，海洋，平原，平原，
河流，河流。高山，高山。火山，火山。岩石，岩石。沙漠，沙漠。熱帶，熱帶。南極，南極。北極，北極。水分，水分。小朋友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努力喎。我哋透過多看、多聽、多讀，好快你就會學到好多中文字㗎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 媽媽嘅影片創作，加入會員贊助，多謝大家支持。